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锡进老师。昨天的315晚会跟上市公司、跟胡适也有密切的关系，遭到315晚会间接点名有几家上市公司什么稳健医疗、百亚股份、浪莎股份，还有几家现在交易所已经紧急问询。看着这个央视的315晚会，这个交易所也非常紧张，第一时间就发布云函。2025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乱象中，间接涉及多家上市公司，交易所周末紧急发布关注函。3月16号，稳健医疗收到深交所关注函。深交所称3月15号，有媒体报道某制品有限公司收购品牌纸尿裤和卫生巾残次品，违规翻新后销售或者处理形成回收料回收，其中提及稳健医疗品牌产品。深交所请稳健医疗自查并说明。这个百亚股份也收到了深交所的关注函，也是跟卫生巾有关系。还有这个叫健之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过浪莎一次性内裤，这个上交所向浪莎股份紧急发函，要求公司核实说明相关事宜及时回应市场质疑以及投资者关切。恐怕明天开盘这些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价恐怕都不太稳定。受315影响，还有一个叫啄木鸟维修的，啄木鸟维修扯出了雷军、姚劲波。我记得有很多人呼吁让雷军或者董明珠介入生产女性用品、卫生巾什么的，认为雷军生产的产品质量过硬，也让雷军和董明珠下场好好的整顿一下女性用品市场。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2025年央视315晚会曝光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简称啄木鸟维修，存在乱收费、小病大修等问题。报道指出啄木鸟维修师傅通过虚报故障、抬高收费等手段谋取暴利，甚至出现开水龙头收费100元的荒诞现象。啄木鸟维修正在冲刺港股 IPO， 根据其招股书资料，平台抽佣比例常年高达40%，太黑心了。外界看来，高佣金模式正是维修乱象的根源，维修师傅不得不通过漫天要价来维持收入。实际上还是分配的问题你更大的头被对吧？张伟伟老师建议的大头收走了，你剩下的这点钱，平台还要收大头，那你说这些维修的师傅那可不要，人家要维持生计，要吃饭可不就漫天要价胡来吗？互害，这个咱们在节目一再强调，这没错，就是分配，好赚的钱大头都被拿走了，剩下的钱最少平台还要多抽，那你想想怎么弄？只有消费者承担。为了维持收入而背后隐藏的服务质量问题和工程师资质漏洞更是令人担忧。值得注意的是，官网显示啄木鸟维修的合作伙伴包括京东、58同城、淘宝等平台，海尔、美的等电器品牌，以及保利、万科等开发商。你看看这么多人血盆大口等着要吃。此外，其股东阵容也是星光灿烂，说雷军、姚劲波等资本大佬真金白银下场支持，就知道啄木鸟维修这背后都是谁。这样的企业也要上市。雷军知道自己支持的这个啄木鸟维修是干这个的吗？啄木鸟维修拿什么打动了雷军呢？就这么粗暴的坑害这个消费者。我们再看这个财联社3月15日电说，证监会公安机关整治股市虚假小作文，说在资本市场打击股市虚假小作文，严肃查处非法荐股等违法违规行为，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说记者了解到，证监会已把整治股市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远近结合，坚持打早打疼打重点，综合施策，多措并举，下力气进行整治。近段时间，公安机关先后查处编造传播、机构举报游资、摩根大通、研报等造谣的责任人。这个很有必要打击股市小作文，但是真正的这个谣言源头在哪里？这个还是要仔细的查一查。彭博社这外媒他们为什么总能先人一步得到消息？事后很多时候验证确实他说的没错。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不知道真假，说的是这个币圈有个人赌币圈，就是币圈的赌徒，他这个失败案例。虽然是个帖子现在不知道真假，但是我想这样的事情恐怕是屡见不鲜的。一个自称币圈大赌徒失败者一名，他说炒币4年
亏了200多万，房子卖了，家也没了，妻子也离婚了，父母也断绝关系了，100%赌徒一名，正在学习离开这个世界。你看看，就是每天睡不着，真是太痛苦了，压力真的好大，想离开，可是总舍不得，不甘心，真的不知道自己这几年在干什么，没有那个头脑，还一直做下去，赌不下去了，有没有大佬帮一把？家也没了，妻子孩子也都离我而去，确实对生活不抱有希望。这个赌徒的父亲好像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段话，当然这个还没有证实，说李伟说的是这个赌徒炒币的，经过一系列事情，我们报警了，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给你断绝关系，你的一切事都与我们家无关系，不管你的死活，我也不会再责骂你，因为你不配。我也不知道你玩的什么赌钱方式，我只知道玩赌钱的都没有好下场，没有一个能反身的，你会越赌越少，我和你妈都不能过，一家人在恐怖生活度日如年，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时死去，你却不珍惜爸妈给你创造的好生活，不见天日。我现在知道，现在说你会什么？已经失去太多，你不会有反身的机会，这是人家平台做的局，你都挺聪明的，一直在借钱的路上拆东墙补西墙，人前装人，背后是鬼，你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谎话一句换一句，别都懂别人把日子过得好好的，你还看不起，不知道脚踏实地，一分钱辛辛苦苦把家过好，总感觉自己能，经过几次你都不知悔改，你已经入魔了，不再考虑你的生活，你已经没有生活了，你自己克制不住了，一次次的不长记性，你还敢借各种高利贷，这谁都知道不能碰，可你一直贷，你借非法个人平台钱，多高的利息，你没能力还，你知道后果，我们家都活不成了，这是你要的结果。说爸妈一直盼你把家过好，可你什么好的人都丢了，希望能干一些体面的事情，你妈已经不知道电话怎么打，微信也不回了，你知道你妈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却用这种方式对她回报，她已经傻了，你让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个家已经没有你了，你的一切事情也完了，也没有人再相信你了。这个还好多，这是父亲写给赌徒的儿子一封信。为什么要说这个事？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不一定是真的，这个李伟也不一定是真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一定是非常多。赌博、赌币圈波动非常大，有很多人只是说当时1块钱、几毛钱，现在涨到10万美金，但问题是有几个人能在里面赚钱？他是从涨了多少万倍，更多的是人在里面血本无归的。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每天做胡适节目，能劝一个是一个。现在胡适本质上它就是零和博弈，比这个赌场还不如。你这个时候进去那无疑是赌博。当然了，你说我就是消费，我有10万块钱，赔了就赔了，不影响我生活，就像胡锡进老师那样，那也可以，对吧？你进去体会一下，找点乐趣，这个没毛病。你是消费，到时候赔完了你也不在乎，赚了钱那不挺好的吗？对吧？买点小酒喝一喝，庆祝一下，这个没问题。就是你的心态是消费，千万不要想靠这个发家致富。有很多人，为什么我要劝他？大部分人都是走投无路，有的时候他失业了，码农刚被裁掉，手上有点钱，但是他又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差的工作也不想做，然后思来想去的，听人说股市能赚钱，那我把我这几十万的赔偿金在里面炒一炒，保不齐翻2倍、5倍也可能。当然都是这种故事，人家能赚5倍，为什么我不能赚5倍？所以兴冲冲的杀进去，最后越套越深，他越想保本，越想这个回本，越要借钱，七大姑八大姨借贷款，越陷越深。就像这个帖子里面的李伟是一样，最后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果你真的还在胡适，那你要端着你的态度来玩消费，你千万不要指着这个你能赚多少钱，财富自由，不要做这种梦。咱们这胡适30多年，有哪个说真的在胡适实现财富自由的？是通过胡适买股票财富自由的？那都是拿着你的钱忽悠你的钱进去，他实现财富自由，你是他的工具，他教你炒股，对吧？你买他的课，你买他的发行的私募基金，这些人在赚钱，他是炒股赚钱吗？不是。所以我节目一直以来都是劝，对吧？你不要去炒，咱们是韭菜，老老实实把钱存工行，没毛病。那什么人能炒？什么人就是胡适，他能带来正向收入，这些上市公司每年的盈利非常可观，再也没有什么做假账，
欺诈上市，大股东舍不得减持，对吧？大家都骂他小气，你让他卖股票就跟割他的肉一样。哎，什么时候出现这种现象啊？那就是你该进去了，对吧？大家都吸收，拿着筹码舍不得卖，卖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就这个猴市上蹿下跳的，有很多散户今天赚了个3、5斗、3、5千的，就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就是巴菲特了。这个钱捂不了2天，要加倍还回去。所以我们不要去赌，对吧？这是我一直在劝戒赌。我们是亲身经历，我从1000点600多点炒到6000多点，牛市咱还经历个2个轮回，有什么用呢？很多散户总认为牛市他就能赚钱，大错特错。就跟币圈一直是牛市，怎么还有人自杀的呢？美股也是走了10年的长牛，15年牛，那现在它一回调，那很多人也受不了，连大佬但兵那他也受不了，他现在已经回撤10%几，对吧？不要以为牛市你就能赚钱，但是可悲的是什么？你在这劝人家不要赌，总有人过来说你踏空了，确实挺可悲的。我们再看看胡锦老师这2天为他的本家胡适都姓胡在打抱不平，这是怎么回事？好像是湖南师范大学官微引用了胡适论教育的一段文字，大概是这么说的。他说胡适原话叫：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这个说的不是挺中规中矩的吗？但是有很多人指控湖南师范大学屁股坐歪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胡适这个人有问题，他们强调说胡适在解放战争期间站到了错误的一边，甚至他还有这个主张投降日本。那很多网友就认为你湖南师范大学你站错了队，你引用胡适这种有问题的人的话，你什么意思？后来湖南师范大学修改了该微博，把胡适这句话留住了，但是没有说这句话是胡适写的。然后有很多网友就质问说，难道你把胡适的名字抠掉就算完事了吗？就是不依不饶。那这胡锦老师就为胡适在辩解，说老胡本不想介入这件事，网友有争议属于正常，但是看到湖南师大修改后该微博后，我想说这一修改其实没有必要。胡适这些年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总体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大学的网上账号引用他教育方面的言论不应存在什么问题。胡适的那段话是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是因为一些人发出质疑并攻击，大学就真的不敢提胡适的名字了，这样的后退不应出现。说老胡写这篇文章尤其是不想让湖南师范大学这种后退成为一种示范，我们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激进态度把胡适的名字重新搞成中国社会的一个禁忌。他说胡适无疑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对推动中国文化教育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和之后站到了中国历史进步的对立面，与当时已被人民抛弃的国民党反动派站到了一起，并且去了台湾，这无疑是他政治上的污点。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以很大的胸怀解禁了对胡适的学术研究和纪念，但这些限定在他对文化贡献的领域里。说网上有一些人翻胡适在解放战争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错误政治表现，对他的严厉批评，这没有问题，那些事情当然是可以说的，但我认为我们的主流文化机构不应受那些表达单方面影响，甚至产生畏惧。胡锦老师这个微博一发，好多人就来批评他啊，觉得胡锦也是站位不稳啊。然后胡锦又发了一篇微博啊，他说老胡之前明确表达网友们有权严厉批评胡适历史上，尤其在解放战争中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他说但我反对把胡适的名字变成网上一个禁忌词汇。然后这个胡锦他还专门查了 DeepSeek， 说让 DeepSeek 来做个回答。老胡的问题是胡适在抗战中都有哪些投降主张？说 DeepSeek 回答是如下啊，也就是胡适他在几年抗战中态度是转变的。刚开始他是提倡和谈，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适曾短暂参与国民党政府内部关于对日和谈的讨论他认为中国军事实力薄弱，难以速胜，主张通过外交手段争取时间，甚至提出忍痛求和的建议，以避免全面战争对国家的毁灭性打击。这一立场被部分人解读为妥协和投降，但实际上说胡适并非主张无底线投降，而是希望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争取国际支持，并推动国内改革。这个胡适提出说，若日本提出的条件损害中国主权，必须坚决拒绝。那么1938年以后，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日军暴行的加剧，胡适态度发生转变，他接受任命担任驻美大使，全力推动美国对华援助，并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胡适从未公开主张向日本无条件投降，他的早期建议更多出于对国力差距的担忧，属于战略层面的讨论。
而非政治立场的妥协。就关于胡适的在网上引起的争论，胡锡进老师为他的本家胡适讲几句话，结果遭到很多人的这个抨击。实际上我在想，胡锡进老师这叫反噬。胡锡进老师他一直不知道，他是双标，非常严重。他在网上遭到反噬，他对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他说这个是活该，你该被打，谁让你不听俄罗斯的话？这个时候乌克兰投降言论，这是符合胡锡进老师口味的，你乌克兰就应该投降，就应该老老实实听普京的。到了抗日这个问题上呢，胡锡进老师又变了，他也知道如果胡适也有投降言论，那是不对的。为什么同样都是侵略，胡适如果说投降言论那不对，那怎么胡锡进老师说乌克兰投降言论那就是对的呢？说来说去就是胡锡进老师这种人，慕强心理、恐俄心理啊，强人崇拜、恶人崇拜、黑道迷恋。有一个叫赵灵敏的，我看好像是个作家还是个专家，他就分析了这种强人崇拜、恶人崇拜。大家看视频，我爱北方邻居就一定是对的，他把这个已经设定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了，任何人都不能说任何北方邻居的坏话，而且呢，恨不得把我们所有的资源都送给北方邻居，只要让他开心。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这种跟他相处过程中的这种心理定势有关系。你之前长期就认为他是上位，你是下位，其实我们的实力早都已经是把他甩得远远的，20年前我们就超过他，但是没有反映在很多人的心理层面，就很多人还是发自内心觉得北方邻居是老子。我们这个社会呢，还有一些人是有这种强人崇拜的，这种人呢，就不仅仅佩服北方邻居的那位，也还佩服以前的，比如中东的很多人。只要是不把普通人当人看的那些人，他们都喜欢。你看我们历史上的秦始皇，都是对外用兵，对内很残暴的这些人，都被大家记住了呀。那宋仁宗和汉文帝知道的人肯定少很多呀，就没有到这种家喻户晓的地步，只是在知识分子这个层面或者看剧的人，可能关注度高了很多。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胡锡进老师就是恶人崇拜，谁强谁有理。如果当年日本人要赢了的话，那胡锡进老师现在绝对是要给日本点赞的。这个赵灵敏一语道破俄粉这些头部黄俄他们的心态。你看胡锡进老师，他能把俄罗斯抵抗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和中国的抗日他能分开，抗日那是应该的，那是对的。胡适如果说了一些不利于抗日的话，那就是投降。但是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那不对，那是找打，那是活该。至于什么乌东4个州被俄罗斯占了公投，这个不要紧，这是活该，应该的。所以说胡锡进老师他这种人格分裂，那在网上遭到反噬，那正常。现在还不算厉害，以后反噬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胡锡进老师恐怕要精神分裂，这个抑郁症要加重，人体摄影也救不了胡锡进老师啊。网友对胡适的这种抵触，我不说胡适对还是错，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是历史陈案，但是网友抵制胡适，他本质上是对这种抗日投降理论这种行为的一种痛恨。当然胡适也有可能被冤枉的啊，这个咱不说，只是说为什么网友这么烦这么抵制胡适，本质上是他们对主张抗日坚决抗日一种认可，对投降言论的一种鞭挞。这不就是胡锡进老师对吧，鼓动乌克兰投降吗？所以胡锡进老师自己还不知道咋回事，引火烧身。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